这次开进去了，到底。1、2、3，再一个，1、2、3，不要动。你俾錢碼先，我俾我食一個。你俾錢我。媽咪攞住印號先俾你。媽咪攞住。咩㗎？狗狗。KP 啊！哇！你仲笑我？在上面。好像不能走啊。关进去之前那个。
三斤鱼啊，真的。金子的那边。啊，在这。你那里是2。I've learned about the Japanese resorting in large numbers they get the wood across over the strings without nails. Everything is locked physically, not mechanically. Oh, yes. You will get so many samples and not samples, Example. examples and tools. Right. What they use to work. Right. Look at these ones.他那个四汉是四汉路吗？就下去。这也挺麻烦。这些点我们刚刚都盖过啊。哦，妈妈那边有一个点，妈妈，那边还有一个点。妈妈，那他有把全部盖完挡水面吗？不用换了，是吗？做完章应该会给你打磨。是吗？我不知道，应该会给这个打磨。我说那个，他会不会把那个拍我的照片放进来？这个光是不是不够亮？不够，太暗。因为像昨天那样很亮很漂亮。昨天那个就很适合用风力。昨天那个太阳是光线。你不用去闪它们了，它不会撞到你的。这个应该是有个风的。把它去盖。妈妈，这个盖完之后下去就可以全部收。
我整豆饭呀。